世界三大航空展之一，亚洲规模上大的新加坡航空展20举行。今年有超过50个国家、千外间厂商参加哦。中国家己研发的大型商务客机 C1919头一届来展出，要来争取国际的订单。南韩的欧型特技小组20伫咧新加坡航空展览表演，第50高级教练机喷出彩色的烟。 也伫天顶画出南韩的国旗顶头的太极图样。越南第一次新加坡空军也派 F-19SG 战机甲阿帕奇直升机表演空中特技。2年一变的新加坡航空展览，20正式伫咧新加坡樟宜会展中心开幕。今年除了新加坡甲南韩以外，包括印尼、印度甲澳洲的空军，拢进行多机编队操演，表演空中的技术。 由中国家己研发的大型商务客机 C919，20也飞过航空展览的天顶进行飞行表现。这是 C919第一遍伫咧大型国际航空展览出现，主办单位新加坡也正重视。 And this basically is positive, encouraging early signs of seeing Chinese companies from the aerospace industry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here in Singapore. 中国大型的商务客机 C919加机场飞机 ARJ21，这边拢来到新加坡，希望会当争取国际订单，拍破由美国波音加法国空中巴士垄断航空市场的情形。但是20即间接到中国西藏航空的40台 C919加10台 ARJ21的订单，湖南民航是落订6台 ARJ21，虽无算是拍开国际市场。 越南波音公司收到737 MAX 9的客机，今年1月伫咧阿拉斯加天顶飞机的舱门落去的情形影响，今年并无派实体飞机参加展览。也不希望收到运来航空的订单。虽然目前航空运输的需求差不多已经登到新冠疫情进前的水准，但是航空业依然面临着人力、飞机硬体供应链的真侪困难要解决。 新加坡航空展览加法国巴黎航空展，还有英国的法恩堡航空展，并列世界三大航空展览。新加坡航空展览也是亚洲规模上大的航空盛会。今年估计有来自超过50个国家1000多间航空加国防设备供应商参展。越南美军现役的米52钢管层玻璃轰炸机，22将会飞过展场的天顶，也将做大家注意的焦点。公司新闻，金环庆编译。